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4，申命記6章3節安尼講：以色列人，你着聽，着即首來行伊，互你通佇迄個流奶甲蜜的地得到享福，人也加添極其多，親像耶和華你的主的上帝所應允你的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佇流奶甲蜜的地得到享福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的應允是真實無虛假的。主啊，你是人民慈悲的天父，你的恩典是豐盛無欠缺的。主啊，阮知頭前的路充滿艱難，總是有你的同在，阮就氣力甲智慧來贏過。主啊，求你引帶阮遠離引誘甲偏差的路，互阮通佇你的光明中來行。主啊，阮要聽，閣要即首來行你的道路，你就要互阮通佇迄個流奶甲蜜的地得到享福，阮的人也加添極其多，親像耶和華阮的主的上帝你所應允阮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